廣東嘅朋友仔，2月14號，船票人均3000幾，坐上11.4萬噸嘅意大利豪華郵輪哥斯達塞琳娜號，一共係14層嘅甲板，船內恆溫超舒服。香港登船，帶你遊覽東南亞3國、馬來西亞沙巴、基金大廈、粉紅清真寺、水上清真寺、普陀寺、嘉雅街嘆美食、文萊水晶樂園、蘇丹皇宮、奧馬阿里清真寺、越南嘅芽莊大教堂、婆那加占婆塔五指岩、真美會安古鎮，一張船票包食包住全程唔換房，船上仲有好多嘅運動娛樂設施任你玩，自助餐廳任你食。2月14號呢一條非常之稀缺嘅航線，一年僅此一次，剩返嘅位置唔多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叫我蘇小姐發返份具體行程俾你睇下㗎。旅遊記得關注我。